来看台东地上的观光景点金星武树是一丛加冬树，捌互车龙和风台吞打。十冬前，请日本的树仔医生甲国内树医团队来个照顾，即马毋但发现甲真旺，是阁是地上上场景点。而到日本的树仔医生阁来复诊，替金星武树做健康检查。日本树仔医生和国内的树医团队，到第6摆到地上的碧冷大道10冬前号名的这丛金星武树来做健康检查。这是一丛超过半世纪的高冬树，因为风照顾甲真好，叶仔嘛发甲真济，佮引来鸟仔直接做熟。树仔医生用土木硬度计来检测菌的生长，佮拔起哩，甲过去为着保護樹仔的光素解开，再佮電保斷去繼續保護。樹仔醫生嘛替這丛樹仔拍分數。100点満点でいきますと、85点かな。我们为什么还是这一次会更换这个钢索？很重要的原因是，要经过一次台风的洗礼，看看它自己可以支撑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地上的金星武树，这10年来是经过互车龙、互风台吹甲倒去、破病才会状况，拢是国内有名的航空公司请日本的树仔医生来治疗。即马这丛树仔才会当一直请游客特别排队来翕相。估计一年有5亿的观光产值，乡公所希望未来树仔生甲更较好，互观光更较旺。只要来台东，我必定来访。最棒是风景也很好，那这棵树也真的保持得很好。希望是延续这样的凤茶树的观光荣景，可以串联到其他长乡的各角落去。航空公司讲，因有宣传合约的期限，即马这丛树仔爱对金星武树改名做皇帝树，但因为这丛树仔伤有名，边仔的田常常有游客留粪扫，阁有游客会无细字甲四轮车塞去边仔的田内面，活动面是真困扰，呼吁游客爱树仔嘛爱护边仔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